64岁女星林青霞去年9月爆出与香港富商行李闹婚变，林青霞至今都未正式回应。不料今25日，大陆网络上突然疯传，她与过往情人秦汉已低调密婚。昔日曾与秦祥林、林凤娇并称2秦2林的林青霞、秦汉两人感情纠葛20多年。1985年，两人历经各自情路坎坷后再聚首，以半公开的方式交往，还曾合拍广告。但相恋8年后仍然无疾而终。林青霞最后选择嫁给行李。就在林青霞近日陷入婚变传闻之际，今日大陆网络上突然疯传她已与秦汉秘密领证结婚，消息惊动两岸3的演艺圈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秦汉经纪人对此表示怎么可能，透露秦汉从去年10月就在北京拍戏，去年11月曾短暂回台，随后又再度赴北京赶拍新剧。秦汉本人被经纪人问及你被传跟林青霞领证，消息刷屏了时，整个人一头雾水，简短回应没有的事，怎么会传这种新闻？对于心情方面则是不予置评。